我而家就想講下黎智英嘅事件，其實我係唔想講嘅，因為咧因為到處都喺度講，如果唔講嘅話，好似唔係好專業咁啊，係嘛？作為嗰啲媒體人士一員啦我咁啊，所以要講下咁我嘅觀點就係、首先啊，黎智英佢係前日被裁定係3項罪名成立，就係叛國罪啦，同埋即係煽動危害國家國家安全罪咁樣，咁全部成立啦。咁咧黎智英佢當然就係否認啦，係嘛？話唔係啦。咁但係如果係咪你想中國政府輕判你梗係咪應該同政府政府或者同政府傾啊？佢唔係咁啊。黎智英咧就叫佢嗰啲手下同埋佢嗰啲網絡嗰啲，佢啲圈子裏啲人咧就去響華盛頓活動啦，響西方社會活動、英國活動啦，要求咧西方政府介入施壓中國對於佢嗰個裁判咁。咁中國政府已經係話你係即係話裏通外國，話你係煽動啦。咁你話唔係，咁但係你做嘅嘢證明你係，咁你咪好搞笑。你到底係想中國政府輕判你咧，還是係想點樣啊？你咁樣每日都呢一排每日都係睇到黎智英佢嗰啲同埋即係佢喺海外嗰啲反中人士啊，就係日日都係要去揾美國政府啊、英國政府啊、西方啲政府啊，要即係要佢哋施壓中國，就係即係希望點樣做啦嚇。咁我就覺得好搞笑啦！你話你冇黎智英香港判你係叛國罪啊、煽動罪，你話你冇，但係你而家做緊嘅嘢咧，就係日日都去叫你嗰啲手下啲人去聯繫外國政府施壓中國，咁咪樣樣嘢都證明即係捉你係冇錯嘅，咁所以真係好搞笑。